為你預備好了。馬太福音17章24到27節。2024年初，歐洲大部分傳媒報道咗法國一宗被稱為憤怒條約嘅新聞，實質上係令人啼笑皆非嘅事件。話說喺前一年，歐盟通過一項綠色新政，要求法國農民2030年前減少一半農藥用量，保留4%耕地作為生態區，只能夠種花而唔能夠種植農作物。同時允許烏克蘭穀物免關稅進入歐盟地區銷售。事件令法國農民大為震怒，要我哋嘅田種花俾啲蝴蝶蜜蜂，超市就擺滿嚟自烏克蘭用殺蟲劑泡大嘅進口馬鈴薯。你知道當地農民點樣反抗呢一個法令嗎？喺2024年1月，大批法國農民用5000台拖拉機癱瘓巴黎。農民將歐盟農業部長演講稿印成廁紙，掛喺焚燒嘅乾草堆上，用播種機向財政部花園噴射混合咗過期農藥嘅豬糞便，諷刺呢一群官僚雙重標準嘅環保政策。高潮係凱旋門施肥行動。嗰日凌晨3點，青年農民駕駛直升機空投300顆生態糞球，精準擊中象徵歐盟嘅12星旗。糞球內嵌感應器，氣溫達到攝氏20度，就釋放出歐盟最忌諱嘅溫室氣體甲烷，迫使環保官員戴防毒面具開會。結果3日之後，歐盟暫緩綠色新政。你認為農民嘅行動奇怪嗎？假若嗰個時候你喺巴黎，唔知道能唔能夠忍受得住呢？原來法國農民好會用呢啲奇怪嘅方式去解決面對嘅問題，但係佢哋嘅做法比起耶穌仲係略嫌破壞力同埋侮辱性強咗一啲。呢篇信息思想嘅神蹟就記載耶穌用幾幽默，但係冇乜破壞力，更加冇侮辱性嘅方式解決佢同埋彼得面對嘅問題，而且俾今日嘅我哋好好嘅反思學習嘅空間。事件就記載喺馬太福音17章24到27節。我仲係沿用過去幾個月嘅方式，嘗試將事件講俾你聽啊！嗰個時候，耶穌好可能喺迦百農彼得嘅屋企，有人嚟揾彼得，你嘅老師唔交丁稅啊？嚟到彼得屋企問交稅款嘅問題，顯然係要催彼得交稅嘅。大概因為佢哋都知道耶穌亦都喺度，因此就暗示明示耶穌都要交啊。彼得直接回應立，然後佢去揾耶穌，耶穌就問咗彼得一個特別嘅問題。耶穌話：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說：是向外人。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驟聽之下，好似耶穌唔要納稅，但係其實唔係啊。
因為耶穌接住就講，無謂觸犯他們，你就去加利利海邊釣魚，將最先釣上來那條魚的嘴開了，會發現一塊錢，就剛好足夠我哋2個人嘅丁稅啦。事件當然就係按住耶穌所講嘅成就啦。唔好以為呢個只係件無關痛癢嘅小事啊！記喺聖經裏邊嘅神蹟都必定係有其獨特嘅心意。細意思想魚嘴裏邊得錢納稅呢一個神蹟，會發現耶穌透過呢個行動，讓我哋明白要履行應有嘅責任，同時知道呢個都係信心嘅考驗。丁稅原來係指向猶太人徵收嘅稅項，但係唔會納入羅馬帝國庫房嘅收入，因為丁稅又稱為聖殿稅，係猶太人聚居嘅社區20歲同埋以上嘅猶太男子每年繳納一次嘅稅款，用作保養同埋維修耶路撒冷聖殿，並且聖殿一切活動嘅經費。喺耶穌時期，每一名猶太人每年繳付半舍客勒，大概係一名工人2日嘅工資。要解釋一下舍客勒，其實係當時嘅重量單位，亦都係貨幣單位。而喺呢段經文當然表示貨幣單位啦，就好似中國叫人民幣，蒙古叫 Turkish， 喺泰國叫做 Baht， 喺韓國叫 Won， 喺日本叫 Yen， 喺耶穌時代嘅猶太社區叫舍客勒。1塊錢就等於1個舍客勒，因此喺魚口嘅錢應該剛好夠俾耶穌同埋彼得2個人丁稅嘅稅錢。你認為作為猶太人繳付丁稅，支付聖殿保養維修同埋一切活動需要嘅支出合唔合理呢？事實上，丁稅同當時羅馬政府係冇關係嘅。出埃及記就已經有繳付丁稅嘅規定，到耶穌時代，丁稅亦都只係向猶太人徵收，其實都係合理嘅安排。你同意嗎？聖殿係代表當時猶太人全民信仰嘅中心，佢哋都會嚟到聖殿敬拜同埋參與聖殿活動，因此繳付丁稅在情在理在律法都係應當嘅。到咗今日，我哋敬拜同埋參與宗教活動嘅中心就係自己嘅教會，因此作為教會嘅信徒，負責教會嘅保養維修同埋教會各項活動嘅開支，係咪都係合理嘅呢？只係今日我哋唔係以丁稅嘅方式，就係唔會硬性規定咗每位肢體定期要繳付幾多費用先至能夠參與教會活動，好似喺社會裏邊參與啲乜嘢團體活動咁樣。因為我哋知道福音係白白得來嘅。哥林多前書9章18節亦都提醒教會，我傳福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但係假若嚟到教會嘅肢體都唔願意負上共同承擔教會支出嘅責任，咁教會嘅經費喺邊度嚟呢？我哋點樣建堂呢？點樣推展教會嘅事工呢？今日教會強調嘅係奉獻，奉獻唔係丁稅，
唔係硬性規定必定要付出嘅費用，而係肢體喺蒙受神嘅恩典，體會神嘅愛同埋拯救之後，為咗回報神恩而甘心樂意獻上嘅。你有冇獻上當納嘅1/10呢？其實11奉獻嚴格嚟講更加似丁稅，因為聖經話嗰個係當納㗎，只係要甘心獻上，11以外嘅先至算得上係奉獻啦。丁稅係當時會去聖殿敬拜同埋參與聖殿活動嘅猶太人要繳納嘅，維持聖殿運作嘅款項。你睇彼得嘅回應係納。收款嘅人問耶穌繳付嗎？彼得又不假思索咁替耶穌回應納，就係因為呢個原因。你今日唔需要繳納丁稅，但係你甘心樂意將當納嘅奉獻嘛？喺丁稅呢個問題上，耶穌同彼得有一輪好特別嘅對話，因為彼得一口就回應耶穌會繳納，因此當佢入房見到耶穌，耶穌就問佢啦：西門，你要記得彼得係耶穌替佢改嘅名字啊，佢本來叫西門。西門，你認為世上嘅君王要徵稅，要收丁稅，咁王會向自己嘅兒子收，還是向外人收呢？彼得立即就回應：當然係向外人，王子仲使交稅咩？於是耶穌就回應：咁兒子應該唔使交稅呢？你明耶穌嘅意思嘛？丁稅係聖殿嘅稅，聖殿係邊個嘅殿啊？聖父嘅殿，敬拜聖父嘅地方。耶穌係聖子，咁點解耶穌要交丁稅呢？耶穌講呢一句話，表面上好似喺度講彼得唔應該回收稅嘅人，佢要納丁稅，但事實上唔係啊。耶穌一方面要校正彼得對佢嘅認識，但係同時又表示彼得嘅回應係正確嘅，因為喺馬太福音第17章27節，耶穌話：但恐怕觸犯他們，就叫彼得去海邊釣魚。唔好誤會，耶穌怕得罪收稅嘅人。觸犯他們其實唔係最貼切嘅翻譯。按照聖經原文，希臘文呢個字嘅意思其實係唔好絆倒佢哋。絆倒就係俾佢哋錯誤嘅印象、錯誤嘅認知，令佢哋誤解。呢一段對話係耶穌要讓彼得知道，佢身為聖子彌賽亞，根本唔需要繳付丁稅。不過為咗唔令人誤會，唔令人產生錯誤印象同埋認知，所以耶穌寧願放棄自己嘅權利，配合規定繳付丁稅。耶穌呢一番話為我哋留低極為重要嘅榜樣。我哋都活喺一個講求權利嘅世代，呢個世代不斷強調大家要極力爭取權利，要捉住自己最大嘅利益。但係耶穌話俾我哋聽，佢為咗唔去絆倒人，寧願放棄自己嘅權利，唔再諸多計較，願意放低自己嘅權利，係屬神嘅人好需要學習嘅功課。
喺多年之前，我曾經同一位傳道人討論一個問題，因為嗰個同工已經牧養教會，理當成為肢體嘅榜樣，但係佢認為自己唔需要十一奉獻，甚至主日崇拜嘅奉獻都好少參與。佢向肢體嘅解釋係：我已經係傳道人，全時間整個人都已經奉獻咗俾天父，我所有嘅都係屬神嘅，咁為乜嘢仲要做十一奉獻啊？仲要參與其他嘅奉獻呢？我認為佢嘅理由唔係好合邏輯，亦都唔充分，更加唔符合聖經真理。點解呢？當時我俾佢3點回應：一係作為教牧，你當盡諸般的義，成為信徒嘅榜樣，自己都唔做十一奉獻，點樣教導信徒奉獻呢？第二個理由係，既然你都表示自己全人所有都奉獻咗俾神，咁點解每個月收入嘅1/10又認為唔需要獻上呢？第三個回應係，連舊約專門喺會幕或者係聖殿侍奉嘅利未人，佢哋係靠以色列人捐獻為生嘅神職人員，聖經都規定佢哋要將1/10獻上。咁作為領取教會薪酬嘅教牧，有乜嘢理由唔做呢個奉獻呢？今日亦都有唔少信徒總會認為自己有唔做奉獻合理嘅理由。請原諒我大膽坦白咁同你講，無論你認為自己有幾強嘅理據，但係唔願意履行當盡嘅責任，就係將擔子轉嫁喺其他肢體身上嘅。神嘅國、神嘅家係需要而且值得我哋每一位負上自己當盡嘅責任，因為我哋領受嘅係同一個恩典，而且假若我哋都願意付上同一嘅代價，都會好似彼得一樣經歷上帝奇妙嘅祝福。彼得嘅經歷係啲乜嘢啊？耶穌用一個彼得點樣都唔會諗得到嘅方式，預備咗丁稅嘅稅款，佢交咗，耶穌都交咗，不過佢哋嘅錢冇少到，因為喺魚嘴揾到嘅錢足夠繳納2個人嘅款項，彼得仲得到呢個奇妙嘅經歷。我上一次同大家宣講奉獻嘅信息，係講馬拉基書，當時已經強調奉獻係信心嘅操練。信心係乜嘢？你認為自己做唔到，但係因為呢個係主嘅吩咐，就豁出去，照主嘅心意而行，呢個就係信心。記得彼得喺水面行走嘅神蹟嗎？佢望住耶穌就可以行喺水面上，望住環境，望住自己嘅境況，就會擔心就沉入水裏邊。記得上一篇信息提過一位喺耶利哥城南瞎眼嘅乞丐嗎？佢就係知道要堅持嚟到耶穌嘅跟前，因此得見光明。呢個都係信心唔同層面嘅學習。今日點解基督徒咁軟弱呢？點解教會常常都好軟弱呢？呢個豈唔係都係因為信心嘅問題咩？假若我哋唔憑信心跨越自己嘅渴望、憂慮，總係認為自己要掌握一切先至可以向前一步，
假若我哋睇主嘅召命，知道主嘅心意，但係心裏邊所想嘅始終係自己，咁我哋點能夠操練真正嘅信心？屬靈生命點能夠健壯起嚟呢？我哋常常話嘴跑得比腦袋更快嘅彼得，當人問耶穌會唔會立丁稅，一口就話耶穌繳納。於是耶穌提醒，但唔係責備。作為神嘅兒子，原則上唔需要繳納丁稅，但係為咗唔好絆倒呢一啲人，以為耶穌唔去遵守律法，唔履行宗教義務，因此耶穌會放棄自己嘅權利，做呢個可以留下美好榜樣嘅見證。佢亦都要讓彼得經歷一次信心嘅考驗。因此，藉住一條魚帶嚟2個人交付丁稅嘅費用，彼得願意聽從耶穌嘅吩咐，做呢一件難以相信嘅事，就係真嘅走去釣咗一條魚上嚟，奇妙嘅神蹟就係咁成就啦。原來好多神蹟都係因為你肯相信同埋活出神嘅話出現嘅。約翰衛斯理係18世紀英國著名嘅佈道家，佢年輕嘅時候曾經喺牛津大學工作，當時佢每一年嘅薪水只有28英鎊，但係佢仍然堅持聖經有關奉獻嘅教導。第一年佢只係留咗2磅8仙靈作為生活費，將其餘嘅收入全部奉獻。佢嘅朋友都喺度譏諷佢，留住啲錢成家啦。但係佢嘅回應係：若果上帝顧念我嘅婚姻，又點會缺少呢1/10呢？第二年，佢寫嘅釋經書意外熱賣，所以佢得到60英鎊意外嘅收益。起初佢都仍按舊有收入作為標準奉獻咗2磅8仙靈，但係聖靈卻提醒佢，應當按所收入嘅比例奉獻。佢好羞愧咁重新計算，於是當年佢奉獻咗8磅8仙靈。到咗1731年，衛斯理探訪貧民窟嘅時候，遇見一名顫抖嘅女孩子，但係佢只係剩低幾個銅幣，內心好掙扎。俾咗佢，我就冇錢食飯啦。但係佢又諗起聖經嘅教導，喺路加福音話俾佢聽：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於是佢將銅幣全部俾咗呢個女孩子。當晚佢餓住肚返到屋企嘅時候，收到一個匿名信徒寄俾佢嘅信，裏邊有佢當日奉獻10倍嘅錢。隨住巡迴佈道收入增加，衛斯理晚年每年嘅收入到咗1400英鎊，但係佢學會咗將個人開支控制喺年輕嘅時候28英鎊，將餘下90%嘅收入用於建造孤兒院、免費學校同埋醫療站。喺佢去世嘅時候，私有財產只有一套磨損嘅牧師長袍同埋幾枚銅幣，卻留低咗舉世震撼嘅遺囑。佢話：
我若離世嘅時候留低超過10英鎊，就係對上帝恩典嘅羞辱啊！衛斯理嘅奉獻記錄今日仍然存留喺佢教會嘅檔案館裏邊。呢一位18世紀偉大嘅佈道家，用一生證明上帝雖然未曾喺魚口裏邊為佢預備一塊錢，但係卻為佢開啟咗天堂嘅窗戶，將所需要嘅一切傾覆俾佢。奉獻係信心嘅操練，你願意踏出呢一步，會經歷主嘅預備超過你所想所求。主毫不計較將一切恩典賜俾你。假若你亦都唔同主計較，自然會經歷佢無比豐厚嘅恩典，會源源不絕傾倒喺你嘅身上。就好似彼得所講，耶穌會繳納丁稅，當然佢都會。耶穌就令佢經歷喺魚嘴得錢，支付2個人丁稅嘅費用。一個奇妙嘅又有啲幽默嘅神蹟，你嘅人生都可以經歷得到㗎。